第一次食標靶型嘅益生菌，2個月就修復翻腸胃黏膜，腸胃危機快測由陽轉陰，終於安樂晒啦！我有3個屋企人都有嚴重嘅腸道問題，一發現已經係第2、3期。2025年我都驗到有胃幽壞菌，之後再照到腸胃有大大細細嘅肉粒，每日都擔聲受怕，覺得好窒息。種完一樣又嚟一樣，好似剝洋蔥咁，一層比一層刺眼。醫生同我講好易復發，最驚就係遺傳到家族病，所以我都有 keep 住做檢查。2個月前做咗呢個腸胃危機先兆嘅全效快測，即刻去問專科醫生，叫我要靠食益生菌同埋改善飲食。醫生話傳統舊式益生菌只係同壞菌共存，幫唔到我呢種問題，要我食標靶型益生菌。呢段時間係靠每日2粒，而家得醫之選先有呢隻標靶型益生菌，護胃又護腸，啱晒處理我種晒果堆腸胃問題啊！有科研數據實證，又有美國專利鎖菌，令我好放心咁食。連續食咗2個月再做測試，第2條線消失咗，由陽轉陰啊！腸胃黏膜好翻晒。以前食過幾隻牌子貴嘅益生菌都未試過咁勁嘅效果。飯後冇頂住，胃酸胃脹少咗，日日去到廁所湊住2隻小魔怪仲有電。醫之選標靶型益生菌真係 work， 俾到好大信心我會堅持日日食佢㗎。而家到6月25號，維特健靈益生菌感謝祭，標靶型益生菌4盒800支，再送腸胃換按摩器，仲可以去門市做專家設計嘅智能健康評測，配對適合自己嘅功能嘅益生菌，用啱方法就可以趕走腸胃危機。